各位老友記，各位屋企有老人家嘅朋友，大家一定要留意啦。2026年初，政府同埋商界聯手推出咗一份超大份嘅厚禮，如果你到今日都仲未領取或者仲未去用嘅話，真係蝕到入肉啊！今日我就要同大家詳細拆解呢個2026長者福利入面最受歡迎、最貼地嘅愛心食肆券全攻略。大家平時出街食個晏，閒閒地都要50、60蚊，甚至仲貴。但係而家只要你係合資格嘅長者，就可以用25蚊呢個超震撼價，喺全香港8大連鎖餐飲集團旗下嘅餐廳，享用一份原價50、60蚊嘅招牌套餐。呢個計劃唔單止係幫大家慳錢，更加係政府、商界同埋民間三方合作，想鼓勵各位老人家多啲走出門口，去社區行下，同老友記見下面，食餐好。我哋首先要搞清楚，呢個愛心食肆賞你為食計劃已經入到第4輪啦。今次嘅規模比以往任何一屆都要大。以往可能得5萬個位，但係2026年呢一輪，受惠人數已經增加到成7萬名長者咁多，而且參與嘅食肆集團由最初嘅5間增加到而家嘅8間，真係梗有一間喺你附近。大家要記住個日子啊！呢次嘅優惠券使用期係由2026年2月20號，即係農曆年初4開始，一直去到2026年4月19號為止。今日已經係3月尾啦，距離截止日期仲有唔夠1個月。如果你手上仲有券未用，或者你身邊仲有老人家未領取，聽完呢段分享之後，一定要即刻行動。咁到底邊啲老友記有資格攞呢啲25蚊食肆券呢？其實個門檻係非常之針對性嘅。政府同埋社會福利署今次主要係想關顧3類長者。第一類係獨居長者，即係自己一個人住嘅老人家；第二類係雙老住戶，即係2位老人家相依為命，仔女唔喺身邊或者冇仔女嘅；第3類就係最需要大家幫手去揾出嚟嘅隱蔽長者。呢類老友記平時好少參加社區活動，甚至連街都好少出，資訊比較閉塞。只要你係年滿65歲或以上嘅香港居民，屬於呢3類其中之一，你就有機會領取呢套總共8張嘅優惠券。講到呢度，大家可能會問，咁點樣申請啊？係咪要上網排隊，定係要去政府總部？大家放心，呢個程序係好人性化嘅。今次政府係透過全香港超過200間津助長者中心去派發呢啲券，當中包括長者地區中心同埋長者鄰舍中心。如果你平時已經係呢啲中心嘅會員，咁就最簡單。中心嘅社工同職員通常會主動聯絡你，或者你返去中心玩嘅時候問一聲就得。但係如果你平時唔係會員，甚至從來未入過長者中心，都唔緊要。呢個正正係政府推出呢個計劃嘅原意，佢哋想透過呢25蚊嘅愛心餐，吸引你入去中心認識下新朋友，建立返個社區支援網絡。所以如果你未係會員，你只需要帶埋身份證，去你屋企附近任何一間津助長者中心登記成為會員，就有機會可以領取到呢套優惠券。不過大家要留意，因為每間中心分發嘅數量有限，所以真係先到先得，派完就冇。如果你係後輩，幫緊屋企長者申請，你可以先喺社會福利署個網站，或者透過一線通平安鐘呢啲機構查返你嗰區有邊幾間長者中心。香港18區，由中西區去到離島區，由深水埗去到天水圍，周圍都有呢啲中心。例如喺觀塘區就有好似循道衛理長者中心，黃大仙區就有石安社會服務處等等。大家帶老人家去到中心，填份簡單表格，甚至有啲中心會安排社工同你傾下偈，了解下老人家嘅生活狀況，咁就可以攞到呢份福袋價啦。攞到券之後，大家最關心嘅梗係有咩食啦。今次呢8間餐飲集團真係誠意十足，攞出嚟嘅都係大眾最中意食嘅招牌菜。我逐一幫大家數下。第一間係大家樂，佢哋提供嘅係最出名嘅焗豬扒飯。大家知啦，平時去大家樂食個焗豬，配埋杯嘢飲，閒閒地都要60幾蚊。而家憑券只要25蚊就食到，真係非常之抵。第二間係大快活，
佢哋主打冇味精咕嚕肉飯，老人家最怕食太多味精。大快活呢個口號真係中晒長者心水，清清地得嚟又開胃。第三間係美心集團，佢哋提供嘅係海南雞飯、雞肉滑溜，啱晒牙力冇咁好嘅老友記。第四間係泰興，佢哋提供嘅係鹹蛋蒸肉餅飯。大家知道泰興啲燒味同埋小菜一向有水準，呢個蒸肉餅飯有家常菜嘅味道，老人家食落會覺得好窩心。而同屬一個集團嘅敏華冰廳，亦都有提供招牌嘅厚切意燒飯，中意食燒味嘅朋友一定唔可以錯過。第五間係大家細細個就識嘅麥當勞，今次佢哋提供嘅係魚柳飽餐。老人家有時都想換下口味，食下西式快餐，魚柳飽質地鬆軟，加上熱辣辣嘅薯條同嘢飲，25蚊真係抵到爛。除咗呢五間老字號，2026年呢一輪仲加入咗3位新成員。第六間係銀龍飲食集團，銀龍係典型嘅香港茶餐廳代表，佢哋提供嘅餐飲選擇非常之有街坊味，通常係一啲經典嘅茶記飯類。第七間係香港必勝客撇實盒，大家唔好以為老人家唔食披薩，今次必勝客提供嘅係指定嘅單人套餐，有飯或者意粉揀，啱晒想試新嘢嘅老友記。最後第八間就係 KFC 香港肯德基，佢哋提供嘅係家鄉雞套餐，一樣係25蚊就有交易。大家要留意，每套優惠券入面會有8張券，每張券對應一間集團，即係話如果你攞到一套，你就可以去晒呢8間餐廳，每間食一次25蚊餐。你想象下，一個禮拜可以有8餐係平過自己煮，仲可以約埋中心識到嘅新老友一齊去。呢種生活先至係真正嘅享受人生。除咗呢個25蚊餐之外，其實2026年嘅財政預算案入面，政府仲有好多長者福利係同步進行緊嘅，大家一定要識得打全盤。例如政府已經落實咗喺2026至2027年度會繼續增加長者院舍照顧服務券同埋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嘅名額。服務券嘅概念係錢跟人走，等老人家可以自己揀適合自己嘅服務，而唔係一定要排死隊。另外，大家最關心嘅生果金、長者生活津貼報嘅利，仲有綜援，政府喺2026年2月份已經調整咗金額，而家通常會喺3月份開始陸續補發返。如果大家係領取呢啲津貼嘅老友記，記得睇下銀行存摺，睇下有冇多咗一條數。通常2026年會有一筆過嘅出雙糧，即係額外發放1個月嘅津貼，呢啲都係大家嘅應得福利，千祈唔好唔記得。講返呢個食肆券，好多老友記可能會擔心，我唔識用呢啲券喎，係咪要去到部機度都㗎？大家放心，呢啲係實體紙本優惠券，你去到餐廳，只要喺落單嘅時候出示張券，然後俾25蚊現金或者用八達通、樂悠卡俾錢就得。講到樂悠卡，大家一定要記住，由2024年開始，所有60歲或以上嘅長者都應該已經換晒樂悠卡。如果你到2026年仲係攞住張舊嘅長者八達通，你可能就享用唔到2蚊乘車優惠同埋某啲商戶折扣價啦。而家搭車、搭船、搭地鐵，全部都係2蚊。如果你要去長者中心領取呢啲食肆券，記住用返你張樂悠卡，全香港通行，非常之方便。另外，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啲老友記嘅實戰經驗。有啲老人家會覺得一個人去快餐店食飯好孤獨，所以我建議大家攞到券之後，可以喺長者中心揾下有冇飯友，大家約埋同一日，例如星期3中午一齊去大家樂食焗豬扒飯，食完飯再去附近公園散下步，或者返中心打下麻雀，寫下書法。呢種群體生活對老人家嘅身心健康非常有幫助。根據2026年的研究顯示，多參與社交活動嘅長者，患上腦退化症或者抑鬱症嘅機會會大大降低。政府之所以肯出咁多錢補貼呢啲餐飲券，背後嘅大目標就係想減少老人家嘅孤獨感。如果你係後輩，聽緊呢段內容，我都好鼓勵你抽時間陪老人家去領券同用券。雖然25蚊對好多後生仔嚟講可能只係2餐飯嘅差價，但係對於老人家嚟講，
呢種係一種被社會關懷嘅感覺。你可以幫佢哋查下屋企附近邊間長者中心仲有得派，帶佢哋行轉中心，識下中心嘅職員。萬一將來屋企人唔喺身邊，中心嘅支援就變得非常重要。而且呢啲八大餐廳通常都喺各大商場或者屋村入面，交通非常便利，帶老人家去食餐飯，其實係一個好好嘅親子活動。講到餐廳名單，我要再提醒大家一啲細節。今次參與嘅8間集團，佢哋嘅分店網絡覆蓋全港，但係有極少數分店可能唔適用，例如機場店或者一啲主題公園店。不過一般屋村、鬧市嘅分店都係可以用嘅。大家入去餐廳之前，如果不放心，可以先問下門口嘅職員，請問呢度用唔用到長者愛心食事券？佢哋嘅職員都受過培訓，一定會好客氣咁解答你。而且呢啲套餐通常已經包括咗一杯熱飲，如果你想轉凍飲或者加配一啲小食，通常補返幾蚊差價就得，非常之靈活。大家亦都要留意返，呢個優惠券係唔可以兌換現金嘅，亦都唔可以同其他優惠同時使用。例如你有一張大家樂嘅10蚊現金券，你唔可以用完25蚊券再扣嗰10蚊。不過咁諗啦，本身個餐已經由60幾蚊減到25蚊，呢個折扣率已經超過60%，真係唔好太貪心啦。除咗呢個25蚊餐，2026年香港仲有好多專為長者而設嘅生活小細節，例如而家好多連鎖超市，好似百佳、惠康，佢哋逢星期三都會有長者卡或者樂悠卡9折優惠。你可以計劃一下，星期三朝早先去超市買定啲日用品，攞返個9折，然後中午就用呢張愛心食事券去食個25蚊嘅豐富午餐，下晝再去長者中心聽下講座或者玩下手工。咁樣一日落嚟，既充實又慳錢。我哋再嚟睇下呢個計劃嘅深層意義。2026年的香港，人口老化問題已經變得非常之明顯。政府喺預算案入面撥咗好多資源去推行社區安老。呢個食事券計劃其實係一個試金石。如果反應好，未來政府可能會將呢種模式常態化，甚至會加入更多唔同類型嘅商戶。所以大家一定要踴躍參與，表現出老人家係願意走入社區嘅。如果你身邊有啲隱蔽長者，即係平時好少出聲、好少見人嘅鄰居，我誠懇咁請求大家多口問一句，話俾佢哋聽有呢個福利。有時可能就係因為你呢一句說話，幫佢哋打開咗個心扉，帶佢哋走入中心，揾返生活嘅樂趣。講返領取地點嘅詳細攻略。全香港有18區，每一區嘅長者中心分佈都唔同。如果你住喺深水埗區，呢區係長者比例比較高嘅區份，中心嘅數量亦都相對較多。你可以去元洲村、南山村附近嘅長者中心問下。如果你住喺沙田區、新翠村、禾輋村都有好多好出名嘅長者鄰舍中心。大家唔好以為一定要好老，要攞綜援先可以去。只要你夠65歲，你就可以去登記。好多中心除咗派券，仲會提供好多免費服務，例如量血壓、健康諮詢，甚至係教你點樣用智能電話。2026年的今日，智能手機已經係生活一部分，好多長者中心都會教老人家點樣用 WhatsApp 聯絡孫仔，點樣睇網上新聞。大家要記住，呢個25蚊愛心食事券係有時限㗎，2026年4月19號就到期。我建議大家攞到券之後，最好喺本月內用咗佢，唔好諗住等最後一日先去，因為最後嗰幾日可能會好多人排隊。或者餐廳嗰日嘅招牌菜咁啱賣晒，大家最好就散開啲時間去，例如星期一去食海南雞，星期三去食焗豬扒飯，咁樣生活就有啲期待感。最後我想再補充一點關於2026福利嘅重要資訊。政府喺2026至2027年度嘅財政預算案入面，仲提到會優化長者醫療券嘅使用範圍。而家醫療券唔單止可以用嚟睇中西醫、洗牙，仲可以喺更多大灣區嘅指定醫療機構使用。如果你有老友記平時會返內地探親或者居住，記得話俾佢哋聽，
2026年的醫療券係越嚟越好用㗎。今日同大家講咗咁多，重點就係，如果你符合獨居、雙老或者隱蔽長者嘅身份，或者你身邊有咁樣嘅老人家，請務必喺2026年4月19號之前，去附近嘅長者中心領取同埋使用呢套25蚊愛心食事券。呢個係政府同商界對老人家嘅一份心意，係大家應得嘅尊重同福利。我再幫大家總結一下個懶人包。首先，確認身份，65歲或以上，住喺香港。第二，帶齊身份證同埋樂悠卡，去揾你屋企附近嘅津助長者中心。第三，登記做會員或者諮詢職員，攞走嗰套8張嘅25蚊餐飲券。第四，喺4月19號之前，去齊大家樂、大快活、美心、太興、麥當勞、銀龍、必勝客同埋 KFC， 慢慢享用呢8餐招牌美食。老友記，辛苦咗大半世，係時候對自己好啲，唔好因為覺得麻煩就唔去攞，唔好因為覺得要平就唔去食。社會係需要你哋嘅參與，我哋都希望見到大家開開心心、健健康康咁喺街頭巷尾食餐好。如果你對申請程序仲有任何疑問，可以隨時打電話去社會福利署嘅熱線23432255，或者揾你屋企後輩幫手查一下。2026年的春天，希望呢份愛心食事券可以為你嘅生活帶嚟一點溫暖。今日嘅資訊就分享到呢度，大家記得分享俾身邊嘅老友記，等大家一齊受惠。如果有最新嘅福利消息，我一定會第一時間再同大家拆解。大家保重身體，我哋下次再見。